新年簡易菜式花開富貴蝦球，睇片教你整啊！小朋友勁鍾意食啊！買好材料喺維達保溫購物車攞出嚟先，話好埋廚房好幫手就開始啦。首先準備大蝦，之後攞張廚紙印乾水分，蝦去頭去殼去腸，淨係保留蝦尾連一節肉。之後再用廚紙再印乾身啲，切碎蝦肉，加入紅蘿蔔、粟米同埋調味料，再用手搓勻，大力啲搓達到佢起膠。呢個時候就可以準備好隻蒸碟啦。將紅蘿蔔片鋪上碟上面，蝦膠搓成小圓球，每個小波波放喺紅蘿蔔片上面。隻碟污糟咗唔緊要，我單手都可以清潔到，夠晒方便。將蝦尾插上去小波波上面，呢個時候已經整好咗9成啦。凍水落鑊蒸10分鐘，熱油爆香蒜蓉同埋蔥粒，再加埋啲豉油，一邊煮仲可以一邊清潔，夠晒方便乾淨。淋上熱油激發更多鮮味，超級易整啊！新手入廚都好易 handle，好睇又好食。而家仲有新春優惠，喺指定網店買維達滿238送維達 Puffy 毛氈，買滿368仲送 Puffy 摺疊保溫購物車添。